嗨呀，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來到嚟收聽《邊嚟學見》嘅節目。呢個禮拜咧，我就留後尾一個話題嚟講嘅咧，較心事嘅，講下本秋嘅故事。我這禮拜我係講本秋嘅話題嘅朋友嘅了咧，特別嘉賓咧就是講就是毛毛菇，歡迎毛毛菇。大家本朝好，本秋毛毛菇啦，了旺角有四百九啦，西巴高的是了個有小金虎啊， Hello，了個有隻小，歡迎隻小。 Hello， OK，這禮拜咧就是可能夠裝啊，冇啊哦。email 了一支公，點解 email 會用啊 ？email 別用啊？係啊，我係用嘅。會使用啊。OK，嗱，既然嚟成九成啱夠人啊，咪講本秋嘅。Lucing，我成啊咩？我嗱後尾時間講啊。呀， OK，毛毛菇會話講我把本秋佢一道本了特別。OK，咁我學到梅話應該對，我學到學梅話嚟，你梅話你會晒未？意思嘅本朝，幾號嘅事23號嘅 baby。哇！你是學人撇，還是你撇人？我撇啦，我撇人。哇！行了，actually 個撇人。 Actually, maybe 個no graduate，阿切，這冇水啦，冇有水。對probation 到3個月過咧 ，please 啦。哇 ，because 對伊嚟講水啊嘛。哦，OK，那是愈靠人，還是人靠愈性？人靠啊。個每一個人點會？哦，安尼看啊，你都有上心哦。冇，我真懷疑，我真懷疑。 Oh my， 伊上心個 confuse。這是講伊愛愈濟過愈愛伊咯，是唔是？對。啊，愈是被動，伊是主動啦。哈。如果講安尼話咧，這是叫做這個是比較聽啦，這咁半咁啲。哦，你是主動嘅，嗰是條實嘅啦，所以你是條實嘅啦，唔是主動嘅啦。對。所以是兩個月，然後你過來本秋啦。對。然後本秋是係咪原應咧？白咯，我係講白 ，sorry 我冇感覺。無感覺是到問層嘅無感覺咧，嗰是200萬嘅無感覺。隔了無感覺，因為我未曉嘅事頭嘅時，我頭一道拍拖。Actually 有其實我講本秋啦，我把搬過一道特別冇咩 official 嘅咯，細漢嘅時即19歲嘅時特別。哦，這是講18歲，這是 OK 23歲其實正 official 嘅本秋啦。我到大學嘅時有隻查某識甲我嘛，所以我想還是有個 confuse 個嘛，所以還是我咪是想講，maybe 我是屬甲伊，我唔是屬甲伊 ，because 我被 you know 我被教訴我伊嘅時間，我是 enjoy 成個一朋友，然後咧伊就 into 我嘛，所以我咪想講，maybe OK try 看，然後 try 未，然後我咪 no graduate 嚇，我是到底 Malaysia about to graduate。即係兩個月係3個月未？哦，這是講佢哋是嚇死我未 transaction 嘅 period 嚟啦。我未曉咯，了我 feel 到正 guilty 是因為我成日害到伊咋，我家己 confusion 害到伊無明白嘛，了我還是家己個無咩明白，講安怎甲伊講就，我成日還是我家己無錄個 out 呢嘛，所以我
我未，所以我 OK，since 我甲伊 break up 後，我就直頭講，安怎我講我未使講嚟啊，未使講嚟了，啊，驚。OK，อันนี้ข้อน่ะสิ อันนี้ ผ ข้อ ม เนาะ คิดว่าลูกหายเดียวอีละ 我係對咗所以啊，就你 store，哦，伊是 straight 的呀，哎查某呀係查甫嚇，哦，查某的，呀，actually 我個白了我冇水半手本啊，我可能撇就得，特別係你唔是只係你是成日講 crush 嘅，唔是講只，係你查某嘅事 because 我未 out 噶嘛是 actually 我嘅 date 個嘢我個仔講我做必須 because 我就是講我真正 innocent 嘅事啊，因為都冇20幾歲啊，我冇拍拖過，所以我唔使講拍拖嘅感覺是安怎，蝦米是拍拖，我想是兩人好朋友就是拍拖安咁樣就。因為冇成日講你 physical 嘅物件，because 我住落嚟 physically，because 我住落嚟是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men 嘛，特別我唔敢講咪 suppress 咯，suppress 啊，是說我 when 我被我介意 dating 掉嘅時候，我未曉成日講哦牽手啊，還是 kiss 啊，係咪呢？呢度俾硬硬逼我嘅，所以我講 something 我未喎，我感覺到成啊冇咪，我冇成啊安尼只自然呐。但係 I feel like 是講你甲伊無 chemistry，whether 伊是查甫查某，你冇是無資格，like you know，對，你無愛做嘅啦，you know。特別one thing 我想到就是 because 我伊嘅 roommate 嚇，伊 roommate 是查某嘛，咧伊嘅 roommate 嘅 boyfriend at that time 啦，before 人搞件事啊，是隻阿毛，咧我看到伊時啊，我覺 attracted to 伊個 attracted to anyone。我笑啦 ，Oh my God，試啊，未。這個我明白，成日都看迄個 straight A born 嘅時，都是看到迄個大波查某。我了解。所以你有介小尖掉啦。小尖有，特別不是小尖，because 說是我 ，I mean 你是 curious 特別無，我唔是成日講 ，Oh my God，我一隻 attracted to 伊要見面嘅咯。伊就 feel 嚟啦，我無啦，但係我未，我想特別硬，我就哎呦，真係坎坷，特別成日硬，特別看你超，我冇成日 natural 就 natural 小當我教我硬，你尖伊，你看你，後來你講 natural，你冇去笑伊本嚟就，當時真正 against 我 nature 就對啦。所以這是講一句話，講解了尖伊都未硬就對啊啦。未，唔是未硬啊，只頭叫入去嘅，嗰度叫冚鏡吹。嗰度叫冚鏡吹。特別你有 but like attracted to like suka 別你查某啊？唔係，啊咩我 attracted to，我唔是 attracted to，我是成 drawn to 嘅，就成個隻水嘅啊，成啊頭毛隻長嘅啊，แล้ว我ไป做佢頭毛。OK 啦，OK。嚇，我按你 spectrum 咧，我是真係嘅 spectrum 啊。我被成日講，特別好 ，sometimes 啊，我imagine 啊，我即係唔是講我 act upon it 啊，我 imagine 啊，成日 trans male 啊，trans man 啊，所以查甫變查甫啦，有咧我看到我 attracted 對人喎。哦，OK。I mean, what is toy with the idea? 那是講我直接我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就是大波trans man 啊，嚇，我有可能我會 OK 本啊。就我想啊 ，because 特別伊特別不哈，anyhow 哈，你咯。OK，anyhow 呢，咪是，咱也借點來講啦，啊。嚇，這陣未。嚇，未。即係未，我唔知是唔是朋友嘅事，我 because 我，อันนี้是一直被 command 咯。你是世界款式，我是世界嘅大波誒 quality 啊，嚇。特別那是我再講
伊無咕咕叫，係本唔要緊。但是講我 fall in love 啲啊。你講18、9歲嘅事呢？18、9歲，我哋而家是打波嘅。嚇，係你打波嚟啦。頭一個是我是講 crush 嘛，頭一個是伊教我只好，還是想講，還是我是17歲啊，還是伊本。伊唔是講 confuse， 伊是成日講伊還是有被隨掉查某朋友個，伊是100% straight 嘅。แล้ว伊還是17歲嘅時候，伊個阿妹成日講只就拄到查某啊什麼鬼事，แล้ว變咗我甲伊做只時候，伊就變一隻 caring 一隻狗娃咋，一隻狗娃，แล้ว變咗我 feel 到哎呦，真冧嘅咋，成個只 sweet 嘅很啊，所以我都成日 almost fall for you because of that 咯。然後伊隨對 girlfriend 咧就撇我。哦。想咯 ，OK。แล้ว還是我只想特別伊唔知頭唔知尾啦。แล้ว伊個是伊隨來啊，這數伊唔是個我無插嘅，還是我無，我就講我只 denial 啦嘛。我無想講到底是拍拖是唔是拍拖嘅，我是想講哦，伊呢。伊成日講我只識，你伊個直接講我講，我特特咩嚇，我特別 phone 啊，我計困嘅啊。แล้ว伊特特咩特別講我個 phone 我講困難嘅咋，แล้ว我就拍 call，特定話拍 call 只股，所以我拍 call 嘅物件唔是講拍拖嘅人拍 call 嘅物件，我是實在講笑嘅物件咋。แล้ว特別伊特特咩就掉被 phone 我 ，even 你就 1 minute 滿好，就掉 phone 我講我講困難嘅，所以咪是唔是做咯？伊是唔是做咯？成日講哇！你先跳起行起嘛？伊甲我講，你係你使唔使？你是我best friend 啊！我是隔了我 friend 啊！你是第close 第 buddy 嘅。咁我講哦 ，OK， 我是就冇想講有 close friend 冇 close friend 嘛 ，friend 嗰時 friend 嘅，所以伊就做完嗰時候啊，我講哦 ，OK，nice， 你時我唔是成日講成日較親咯，較親者啊 ，OK，bye， 出啲個 friend 啊，安尼咯。伊本手嘅 method 咧，就是想講一頭無放我一頭先，我 confuse 緊，即係特咩放我紅險，無了我放呢事啊，無聽我電話，成日恨啊。Maybe 伊本是啫咩？伊係 bisexual 還是 confuse 啊？I don't think so 啦。我當佢 I don't think so。我白嘢咧就我 still got friends going until today。But I don't。伊是你即係講是伊 period 還是伊袂成個 express 伊嘅你 care 啊，特別伊個阿未教伊個無伊 female 嘅 target 個啊，所以伊成個 transfer 伊 attention to 伊嘅 girlfriend 度啊，特別伊無 physically 就無 physically 成個講 attracted 度啊，另外一間呢度，另外一間伊特別after 伊啦，你我就說 after 一間呢，我咪是往時。我個捌到另外一間啊嘛，另外一間嗰時嗰隻引導嘅就係少你 sports team 嘅 coach， 唔是 coach， 伊嘅 captain 嚟咋，แล้ว佢伊嗰隻引導成佢嗰隻水咋，แล้ว嗰是 prefect 嚟啊，แล้ว伊本時你看只個我就係伊到啲 item 啊，我到當做乜啊，我有啥 extracurricular 物件事啊，伊嘅載我對處嘅啊 from item。Oh shit，OK。แล้ว我當時到 item 嘅嘛。所以我就伊就只了 ，OK 了。我頭嘅時啦，唔是講，我頭時我就成日用伊嚟成日講，會學定嘅，另外看就講啊，我當緊就只人，特別 actually 啲人都冇插手。我自己講嘅啦，有時有時攰，有時我就冇插嘢，你攰，有時我就變做伊較練咯。伊下咧我就捌。嘅減到有蝦米鬼啦，我冇 OK， 有蝦米鬼本是真 innocent 嘅啦，我把伊教我把 kiss 佢就啲名稱而已。係地址叫啊？地址叫啊？Actually 伊叫我嘅嚇，伊有時咪，老闆今次住啊 ，please， 我到底想 bake 嘢事啊。哦，好少啊，係。特別嚇，แล้ว伊叫我一個。伊嚟 kiss 我一個阿咩事？我個另外啲 friend 喺啲 room 會講咋，特別伊困頭卡啦，特別伊走嚟接我。住嘢 room， 伊嘅 room 啊。我係處，特別我係處。然後我用晒 friend 啊嘛，我用晒 friend 咧，伊晒 friend 做隻特別做隻，特別伊咧度
教我昆明城，แล้ว另外一個 friend 就昆頭卡，你哋知唔啊？แล้ว哈時起後，我就頭一擺正 feel 到正 chemistry， 正成個講心跳跳嘅啲 excitement 啊。係你我 man 用冚鏡除啊你。特別好，我講聽 the only sad thing 是吼，我自己 internal homophobia 吼 push him away 咯。嚇？做咩事？我唔敢，我自己驚 ，Oh my god，我 attracted to you 就，然後變做成個講，要俾得買啊，我俾得買啊，係咯。然後我成日變做成個等於成個 normal 嘅朋友咧，冇定當我講我只 sweet 就我人讀冊時來我出讀冊啊，然後一直到讀卡位，然後我就有讀卡，我頭係到啲 shoulder 位。兩個地點嘅咧啦。嚇！因為當時我諗話你看呢，特別我就 innocent 嘅啦，是講我係講 actually 我特別到啲 room 做只讀冊嘅時候，我愛做下面咩做嘅，是講無聊啦 innocent 講。伊無幫你姑姑咩？無，我姑姑攞你數頭數幾哪裡？無當掉，我無跟你講我 totally 就是把幫佢我當佢咪啱嘅咯。你會是講做咩啲嘅可能？我就咪 one thing，我就 lack of self-confidence 嚟到 dating。I mean during dating 嘅時，because 你就我只我 deal with 只物件，我只20幾歲啊，我個無你個未 come out 嗰時哦，我23歲時我 come out 嘛。After 我 date 你查某嗰時，so the whole time 啊，我只冇 confident 嘅嘛。because 我都唔知我自己是，我就唔知講我自己是安怎嘛對。So by the time even though 我 come out 本好，我只冇 confident 嘅，我唔使講就冇人愛我嘅，我只是 always 很小嘅。因為我覺得是病話，我個成我冇人熟嘅話 ，because 我冇上嘅人啊 ，because 我是 Asian 啊。安尼好咯啦，特別本手咧，我是冇講只把本手過啦，但係咱講本手嘅事，嚟啊，冇哥講。冇，咱聊下成交講成交講成隻生小啊，隻小嚇。我講。嚇，別使講。我講，我以來是聽咧嚇，我以來聽咧。做咩做 YouTube 冇辦下？我冇辦 YouTube 咩？冇，我 YouTube 用個隻 data 佢 Skype。OK，來下邊記聽。But anyway，我冇 break up 嘅 story 啦。你甲你翁是上一個啊，頭一個啊。一個呢？甲我上啊咯。I mean，我個別你奇他啦，是講只 official 我 out 了 dating 嘅調 gender 了係是一個樣。我 ball and down 啊，你甲我上。你為咗一支手掌燒幾個張哥？我冇燒，是講我是一支手呢。你是無燒，你啲 desert 有一個 coconut tree 呢？我冇燒啊！兩個燒到啲身邊，來是講我門冇開，我鎖掉咗。OK， 來講，再冇咪隻小，隻小，你會見到頭先打半手哦。我只 expert 嚟嘅，原先。我來講，你記講電子刀嘛是電子刀啊，我嘛講 father 咯對冇？對。所以個意思我講啊 father 嗰啲 case，我見住半手。Oh yeah！係啦，然後日本還是日本？嚇？日本還是日本？冇關係㗎，你講個數冇關係啦。冇關係啦，是落嚟冇呢 problem 啦 problem 出嚟啦，แล้วไป說伊甲我講咯，แล้วbut 我是 I mean 我 intention 是講成個有 problem 讓 bring 隻 problem 出嚟，แล้ว讓被 repair it 嘛，แล้วbut 我 girlfriend 伊唔係 I mean 我 ex 啊伊唔係伊感覺講無啱了，安尼講咯。但我甲我 ex 嘅故事是真long 嘅啦，真 long story 嘅啦。要我聽嚟講。嚇？
我聽。哎呦，死啊！唔知要聽哦，咧聽我就係聽。你就半了唔要緊啦。OK 啦。特別我買係料啦，你自己講我買係料。嚇？我買係料啦，你自己 decide。OK 啦。我你咪講，你咪講緊啦。stories and 咧啦。嚇。so 因為so far 我其實佢佢哪裡本啦，แล้ว我所以在這裡本show 我是真係算 expert 啦，算 expert 啦。隻小啊，你買嘅話你吹。OK， 我驚聽無。so OK， so 我甲我 ex 往時多這類 activity 八嘅。往時成 diploma 嚟看咯 ，diploma 係是往到讀冊係是往八了嘅，八了 so 迄陣係是我都被，I mean 我被對咗咯，被扣伊啊嘛，了扣伊了，迄陣往10幾歲呢，個10歲呢。哦，你講久啊？冇，個 story 冇。哦，冇了 ，OK，sorry continue。我 story 就 exact 就 interesting 嘅了 ，so after that 就扣伊咯，扣伊了 ，but 我扣無 ，so 伊 reject 我咯。reject 我了 after that 我就 go for another 啦，我另外一個找我朋友咯，我甲我另外一個 ex 啦，另外一個 ex， 了伊就我就佢行了4年嚟看，了往到 university 往到搬了咯，搬了後尾我嘅 ex 就我面哇死啊，多謝你 ex， 等陣 A B C。OK，A 冇啦，你行個 B 過啊，個行 C。OK，sorry， OK， 我 so OK， 就 start 咧，我是要靠 A， แล้ว A 靠無，靠無了後尾，我就大概3-4個月後，我就甲 B 行了。B 甲 A 捌了。唔捌咧。OK，แล้ว我甲 B 行，我甲 B 行了4年嚟看，แล้วafter that 我就甲 B 搬咗咯。係咪搬咧B 講緊咗半成。OK， 哇，個最近啊，我跟你講B 成功 B 人一半，係咪數個人咗一半？So B 嘅事咧是因為我本是法國本啦。你是個幾正經？唔是，因為我是 I mean 我嘅 temper 本嚟好，迄陣咪是，所以我甲 B 咧就但是有小命本嚟，啲小命。แล้ว after that 我有命，แล้ว我感覺我就第一了就對這 relationship 我是呢就第一了，所以有一道咧吼 B 啦，又甲我講誒，你會使載我去somewhere 啦，แล้ว我甲伊講我無閒，แล้ว你講無你叫一個大婆載去啦，I mean 伊會somehow like group mate 啦 assignment 嘅 mate 嚟看啦，แล้ว載去了後尾我 I mean 這個大婆就對我 B 咯，แล้ว我 B put fall in love 甲這個because 冇出交意思咩？對，แล้ว後尾我有大車嘅是 B 又問我講你感覺我甲你有係咪 future 係咪有？แล้ว我就甲 B 講我感覺冇 future，แล้ว after that 往到搬咗咯。冇了，以前都係但係冇人看 neutrally 啊。你冇嘢事冇咯？伊問我，แล้ว我頭家講我感覺講黃渤 match 啦，黃渤啱。以前咪是我本是法國啦 ，I mean， 法國意思係咩？你是法國意思係咩 ？explain 下。因為唔是啦，冇啦，因為是我，你講下。你冇咩？因為我 temper 我 temper， 因為我 B 咧，伊是真正屬甲我 ，I mean 又甲我，伊是真正伊是較黏啦。你水款啊，你個幾水啦，就是你個。因為我迄陣咪是我比較被 freedom 嘛，所以我感覺講伊是白絲我感覺講講伊個白話，所以我就甲我有甲講咯，然後尾我搬了半久了之後，我成日甲12個月搬啦，12個月搬了嗬，伊2禮拜過後，伊就甲喺你大埔行了咯，แล้ว係啊，你知啦，一個安尼款嘅 moment 你 break up 了嗬 ，break up 有一個 stage， 所以第一個 stage 嗬，你被 accept 這個 answer， 所以你會感覺真係 depressed， 你會感覺 everything blame yourself 安尼款咯，安尼款，我其實講，
迄陣嘅事，了尾我一看呢，我看到伊家己大步行了喎，我就未想，哎呦我必須我陣嘅因為去到第二個 stage 時，就是迄種你 depress 過後，你 emo 過後咧，第三個 stage 伊就是迄種 who have a better life 啊，你就是看，你就是講必了喊命甲有 better life。啊，未怪啦，是上個位係你咯，上個位第二個你看咯，我被 show off 喺看嘛，但係特別冇插手啊。แล้ว我就掉了啊，我就掉一筆抗議了啊。แล้ว特別隨時。冇，แล้ว後尾迄陣嘅時我 break 嘅時啦，我是 honestly 是講是冇啦，honestly 是講我講嘅，I mean 嚇不，I mean 我是講 break 嘅啦 ，but 你知啦，迄陣嘅是成日你 break 啊，就係冇關係嘛，你行了4年，好像伊無地了，你個一個別嚟打波行了，哇，冇關係，迄陣嘅時我真 emo 咗，我12月佢本啊，12月15號 Christmas，แล้ว1月我生日，1月 anniversary，2月伊生日，2月 at Valentine Day sport 了。哇，咁啦，特你想啊，一個針你哋吐你先嘛。就講冇咯。就講冇咯。成個準備一掛咧。Nobody wants to be alone for Valentine's Day。了 after that，我就 after that 就 OK 了，after that 我就成 continue my life 啦 ，move on 咯 ，move on 了就往到有走成 Facebook 啊，成 like 去啊，款，然後就我就甲 A reconnect 就對了。甲 B connect 就對。甲 A，OK，靠唔掉啊，甲 A reconnect 就對了，所以往 reconnect 就對了。就有 chatting 咯 ，chatting 啊 A 就講 OK 啦，向我講 OK 啱了，我甲 A 行咯，我就甲 A 行了就。你是幾年後啊？4年呢？啊，對咯，我 initial 嚟對。啊個1年咧，可能1年。I mean initially 啦 ，from 你頭一刀會考嘅時啦，成個5年後可能啦。6年後啦，5年後。而家是甲 B 個拍拖過啊嘛，一陣。6年後啦。所以6年後我就甲伊行咯，行了 after that 往就行了1個月了，你就有了I mean 一個I mean A 啦嚇 A 伊就甲我講，伊感覺講伊個 enjoy single life， so 就個再 break 咯 ，OK 啦，I not mind 啦，先1個月啊嘛，了 you have the I mean 像伊有 the right to break up 嘅嘛，因為按照講本是拍拖啊嘛 ，and then in relationship 啦，就唔係講 married 啊面。So after that， 話到 after that， 過了 break up 過咗2-3個月，可能 A 有吹咗對話 ，I mean 伊成有佢嘅 intention 想講被 continue 到對，แล้วไป迄陣嘅時我就買了咯，因為我要去中國啦嘛，要去 China 了。做工嘅時候。做工 ，so 我就 give up 咯 ，give up。係你即係我冇計白白啦，然後我就去 China 了，然後我去1年過後，然後我就讀對嚟啊，我就嗰陣個 A reconnect 讀對你就冇。幾年都去中國幾年？1年呀，年半呢可能啦。OK。แล้ว我對嚟時，我就個 A 嗰陣 reconnect 讀對咯，แล้ว。I mean A 有甲我 confess 啦，伊感覺講啥 after that 半年伊感覺講伊是拍生咧，伊感覺講伊個是蘇格話咩寫成長就寫咩 Facebook 啊？冇寫咩 WhatsApp 啊咧，然後 after that 我就甲 A after that 後我有甲講買，因為迄陣嘅時我有 intention 感覺講我愛對就對中國嘅。แล้ว after that แล้ว after that 啦 after that 我就 after that OK 冇咧後尾冇對我就 decide 留落嚟แล้ว我就甲 A 個再行咯，行了個再行甲1年就是到甲第1個月。第1個月แล้ว伊就甲我講，伊講伊感覺講伊感覺講伊 love me not enough 啦，แล้ว伊感覺講伊個 enjoy single life，แล้ว往到嗰隻本書咯。安尼咯，譬如講แล้ว迄本書嘅時我真 set 啦，因為
安怎講嚇？其實因為我行過幾哪裡本了誒，了but想講我感覺講是點先講你要 commit 你 future 啦嘛，所以我會行是咧，我是真係 commit future，I mean 想講我會買厝啊，了就 serious 有係 planning 講she will be the last one 啊，你看啊 ，the last one the right one 啊，แล้วso 你就 confident 啊，你自己。我在 all the while 我有 problem， 因為我嘅 lifestyle 冇係咪想嘅。But I'm trying very hard to 想去過意。安怎冇想你 lifestyle 因為想講我是因為我 life 是個 free，I mean 我是個 free 啦，แล้ว伊就加想講伊加 focus on 伊 job 咯。แล้ว對我嚟講是我是 more focus on my life，my quality of life。แล้ว伊個 is more focus on 伊 job。但係講實在是往是兩禮拜dating 一道，แล้ว往 dating 嘅時本好往無，แล้ว伊本無想嘅去，伊本無想去普通嘅查某向去 shopping 啊，咩嚟講咯？伊即係往嘅，I mean 往嘅 topic 啊，是個少。But 我度話我是 trying hard，真係 hard，成日講我 try my best 啊，to be a good guy 咯，แล้ว try my best to commit her 啦 everything。So but 我談到嘅物件就是講，唔是我愛咯。แล้วbut 即係人講，有半嘢是好啦，因為先你早就感覺冇啱啦。你做咩算嘅掉咧？你做咩算嘅掉咧 ？Because 我感覺講，因為但是講，因為我有過佢那類 relationship 啊嘛，所以我感覺講，但是講，未使因為講弄冇啱，แล้ว弄到想買去半掉，一款。我是咁樣講，成講，但是冇啱是講，人別去去 repair 啊，你別去 work out on 係咪 problem， แล้วแบบ find a mutual agreement， แล้ว成個一個寫一個 optimal point 啊，成講一個寫แบบ本是 suitable 嘅一個 communication way 啦。So all the while 我是真係 patient。On the relationship แล้วว่าปุ่นอุ bring อีก meet my parents แล้วอีปุ่น bring ว่า meet จี parents แล้วอีปุ่นอุ commit จะเจมิกาเสียง講อีก講ไปwedding propose สิไปอันจงแล้ว even ว่าเสียว่าอุไปชัวมี啦แล้วว่าอุ try กี่ขวานเนี่ยคนนู้น although 是你กุยนะ but I mean ว่า commit 落去是真係เจ啦 so after that往半嘅事，後尾往有去一個 trip 嘅，แล้ว往去一個 trip 嘅嗬，係你 problem 就更加 obvious 了，因為你去一個 trip 嘅時候，攏攞嚟攏 couple 白白是攏就係講攏會加起來 problem 就到了嘛。Because 攏冇平時攏 already 攏冇做隻大事啦，是講做隻出現嘅意思啊。對，所以 problem 就係 obvious 咯。แล้วafter that 往 trip 對嚟了，我估。我 voice out 一 problem， but 我 voice out 我 intention 是講我 I need to fix it 啦 ，to work out on it 嘛。แล้ว but 伊個我講伊被 break 啊，แล้ว so that 伊講我被 break 咧，哎呦我心個天咧，有時我真 emo 都時，แล้ว我吹無人啦嘛，變樣，แล้ว我就 call ออก程咯，แล้ว我就講。ออก程啊，你使講出嚟，แล้วว่าเอาแม่คิดจัดจูชาในคนนู้นแล้ว你是ออก程是做幹事冇 call 啊，嚇，你冇講，啊，你唔係如果ออก程，face 啊，ออก程咩？ออก程是你是定當時做幹事擺啊？對，做幹事嘅，แล้ว我就話幫我自己參了出來嘛，所以我有隨意嘅คน計講啊，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นู้นแล้วแต่จิตเต้าสิกระชงอ่ะ因為 previously 咧ว่าสิบ่มีรักษาอีกก็มีบ่เจมาแล้วจิตเต้าว่าก็มีลังก็มีเจไม่ใช่講ลังลุยก็มีเจอาสิลังทำก็มีเจลังสิ因為ลัง係สิ嘛ลังสิ並非ลัง成ลัง我感覺講有時she is the right one she is the last one so 我真係และอีปุ่นก็มีว่า so เป็นส่วนของว่าสิจริงเนี่ยว่า感覺講 this relationship 是咁 mature in a mature way 啦 but end up อันนี้
and not break up 咯แล้วอันนี้แล้วเขาแล้ว做ว่า做กันแล้ว啦 but I try my best แล้ว啦我已經 try my best แล้ว一般嘅時間真係日本寫如果係真係講寫話咯 WhatsApp 話啦แล้ว WhatsApp 話แล้วอี本是 efficient 啦อี WhatsApp 話佢เอาแล้ว佢半年前可能 Instagram ว่ากับอีแสงกันแล้วบอกกันแล้วอีก哇全部都但是講但是啊佢是就上本嘅啊冇啦我冇接啦你冇接到一鬼個哈喂，毛毛菇買每日都係咪見啦？喲，毛毛菇。broadcast 就。This is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別使啦，把你個 break 呢？別使講你快講嘅。OK，當然每日啲毛毛菇啊，你我真會話。我俾佢你知佢得一隻龜嘛？我冇我隻招誒。แล้ว喂，真係你講下你睇毛毛菇本超。會啦，個主個小劍虎個。OK，等陣冇，我會唔會隻小，你當劍燒個上個，I mean 我呢當劍不如。上個啦 ，I mean 但是我 try to find distraction 啦，所以我自己講出來啊，我自己講我講出來，然後但是我去 gym workout咯，但係就去 gym。自己嚟看咯，跟住所以學你買我電話，我14點鐘會consult你嚇。你下尾出人講話時係一直就不受應嘅嘛？呢度是冇隻康呢對嘅，你講嘅。冇啦，但是想啊 break up 了，我唔知啦，個人有個人嘅 method 啦 ，but 我嘅 method 就是 I need a listener 咯。但是因為 break up 了 ，advice 已經冇重要了嘅，因為你已經被 advice 半行了嘅，是咁樣講，你有 listener 了 ，share the story 出來。你等陣咪成講你觀係情人嘅，你講下你成日俾人聽，你講嘅話係咩？你講上嘅話。對啦，面成日講，對啦，成講俾個人講I already did my best, but the result that I take is not I want no，對冇？แล้ว唔知啦，我講就一條去了啦，所以我同你講嘅是這個有淡薄 comedy 淡薄了咯。我頭前講嘅是冇 comedy 嘅啦，是考了講啊，了後就是 emo 了講嘅。處理本啊，處理啊，叫哦。冇變啦，我唔知，我只一刀了嘅，幾刀咧嚇？應該3刀？是，萬一4個刀嘅應該。同埋你講嘅咧快，你冇我今日聽到 ABC 了啊？哦 ，ABC 嘅人，哦對 ，AB， 唔係 C 咩？冇，哦 ，OK 啦，我同你講就係 C 嘅啦 ，C 嘅是冇。我本是教本嘛，我到 high school 嘅時我就拍拖了，所以我就夾一個拍拖咯。拍拖半年嘅款啊，一個查甫，然後我夾拍拖咧，阿 John 你就未試啊？John， 你係叫佢講嘅了咩？但係 disclose 嘅個 potential girlfriend 未來哦。冇啊人，但係人上嘅是 player 嚟啊。冇人聽到伊呢 ，and switch 過人家，แล้วไป對調來啊，佢哋攞俾填方啊，變咗學緊.com/我咪係我邊咧，我 profile 俾咗外人嘅冇人知啦。你看到你？冇啦 ，I mean 我唔是隻 player 本啦 ，but 你都冇聲，你講你告訴都冇聲。唔是，我表人講，哇，你直接玩炒波朋友，我 every relationship 我是真係 serious 嘅 ，OK，但是你知啦，即係本地，所以我講事嘅先，事咧是我抹俾我本嘅，哎喲，你知啦，我 high school 嘅是。
我等話個本係打嚟自己啊嘛，你話到有 message 嚟講咯，你後尾學我媽發現到，我媽直頭到喺邊且，伊講你 call 佢隔離集我講，你俾半超嚟講咯。哦，แล้ว 開始都幾歲？17歲啊，17歲，19歲。就落去哦。養滿啊，爸爸。你嘛是咪你拍拖？你嘛是拍別女是見你拍拖啊？無先拍車啊？對，แล้ว我17歲覺得驚住你極死。哦，你們是係咪本啊？你們是唔是講 play 啦？特別你們是就 open to the idea 咯。對啦，我感覺講這裡是一個真正。你啦，你看法。你別驚啦嘛。對，你人嘅看法咯。我看你對這個世界，你較驚心過驚錢咯。你看成個你嘅生活較要緊嘅唔是成個講 achievement 啊，你嘅生活是 experience 我看你。對啦，即係但是有你 live once 嘛，แล้ว你但是就是吹啊 ，but after that 只係是唔知啦，過嚟這裡過後只係是要好好去想講自己愛係咩咯。只係這裡好我 learn a lot。你 learn a lot 時候，那是伊個查甫有幾日到直直放啊，你就唔放上車啊。唔是，因為但是想講唔知啦。特別未講嘅啦，未講嘅啦。未講嘅。你話是你放入去啊？你想講穩放嘅，咪是會無嘅。對啦，แล้ว好嘅就係是講冇講到後邊舊演啊，係咪咧夾冇去咯？是只有所以係是要好好去。你佢我冇暑假啲半嘅，只第一嘅咧。係啦。只第一嚟，แล้วอันนี้คน咯，哎呀，感覺這是人嘅啦，冇暑假就冇暑假咧啦，別講係咩啊，你別 force 嘛。對本是講聽，是本是聽，是講你想起來本是，但是伊買誒心都無啊，你收伊人本無法度啊，對唔對啊？對啦，所以聽伊是一個 period 啦，你係個 period，我就是冇暑假係個 period 咯，成個半個月後係個 period 啦。你對嘅是本鬆啦，你半嘅是個家鬆，你就係個 period，你就別去想辦法去 solve 咯。聽本啊，實嘅是聽啦，然後後尾咪你慢慢講咯，你自己別去 come back to 你 back on track 啊嘛，你 life 你就別 move on 啊嘛，人哋講 move on， 又講索了，你講。我先你知啦 ，rationally 你知是講。就係是講，但是因為你咁本就會食，sometimes 會這樣食這年嘅嗬。對啦，你成個 trigger 嘅，你往時成個看到伊啊，還是想到係咪物件是一個對嚟就對伊嘅咧。往時你別記 distracted 咧，好像看到小影嘅 Facebook 嘅上面，咧是想到。對啦，你就變兩個人嘅線，你知，你變咗講。Everywhere 就是 memory 㗎了。邊個係 A， 邊個係 B， 邊個係 C 呢？對 ，everywhere memory 嘅，แล้ว哎呀，你別去想辦法去想啊，辦咯 ，take time 啦。distraction 是真 important 啦。我問一個咧，蕭劍好嚇。Hello。你本手嘅經驗。我冇成日隻小呢好聊。所以你把本手頭一道本手嘅時間咋？人撇你還是你撇人？較衰啦，不過應該是我撇人。不要緊嘅，並唔是衰嘛，我是背都冇法度嘛。你撇人是我會再講你 technique method 安怎？當今只係人少年機啊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香港嘅話曬係你較硬嘅咋？你要當面講嘅話，曬就坎坷。免當面，對，是講轉，是講我較屬較當面講嘅，因為我感覺一個 respect 嘛。你對人嘅事，我 agree。了，你對人嘅爽了，你賣人嘅事。respect。你賣人嘅事，你就 WhatsApp 講OK 啦 ，we break up 呢款，我今日就冇 respect，我就冇時間呢款。
我感覺啦，這是個人嘛，個人。對。OK 來，講。冇啦，嗱，如果你俾個人半，你唔是 rasa，你唔是 rasa 用 WhatsApp 嘅影啊？有啦，你嘅就 set 嘛。有 WhatsApp 就 OK， 嚟到對每到對住你小老狗，唔是啊，小劍虎。這是有影嘅，其實到個經濟我有感覺到有淡薄驚講會掉 slap 啊，因為其實我嘅故事無真古怪啦。我是古早讀冊是嘅，讀大學嘅是。八掉。捌掉嘅，了我人是朋友爾。了後尾時，I mean 真 close 朋友啦。了後尾時我是去出國讀冊，了伊就到這邊讀。了我不唔知安怎 ，maybe 多 chat 講話 long distance 是有講到講哦 ，maybe I start 行還是安怎？我唔袂記講正是安怎 start 咧。所以什麼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呢？淡薄頭是 definitely 是 long distance 咧，แล้ว特別問題是伊個有 start 無 start 是無 black and white 嘅。所以真正嚇 confusing， 所以但問題是講迄個查某都當作是有 start 咯 ，serious 咯。所以แล้ว我這邊是 maybe 頭有 start。But because long distance, he did fade key. Yeah, over time, then after that, 過咗幾年，我唔記幾多久啊。then 我吹到 ，because 我唔記幾多久。你半年未還是半年未？未，都是講。then 我拄到一個人，我拄到另外一個。OK，來啊！行壓你 stories 就買嚟。行壓After that 是我拄到另外一個。你 long distance 個還是？嚇 ？long distance 大概幾年？兩年啊？我本未記啊 ，maybe 一年兩年啊。因為就是 because 無學白。because 有 blur 就你唔知幾時 key 咧，係呐。嚇，我本未曉 because 頭一道拍拖。So anyway แล้วafter 我拄到我這是我無當見嘛。แล้วthen the news 傳出去嘅時 ，then 這邊嘅人嘛 start to 講 question 咯，แล้ว講咯 question แล้ว我聽到是講伊到這邊是一隻 call， แล้ว我有 call 伊啊，我甲伊講 ，then 我個 realize 講伊其實是真 serious 啊 ，then but 我 try my best to 甲伊講 sorry and everything 啦， but 我 feel 到我有害到伊 ，so until today 我本 actually 淡薄 rasa 心佢冇咩去㗎。對不有安尼款，我同佢甲伊是講無蝦米拄着啦，是 but still 有迄個。你行830或者咩行講會白路啦。嚇對。你覺得佢俾條領佢都要少嘅，就係我切掂路。這是有影，這是了巴魯伊，小健夫巴魯伊查某本有安怎？本是 relationship 還是 single？我無咩清楚。OK 啦。你保仔唔知，你特別去計盤超市，你保仔唔知。I mean 你第二個 friend 唔知。你個 friend 是也是到一邊啦，所以你 relationship 較無咁 complex 啊。你係時你 rasa 你驚你打攞隻轉你係時。有一時有 short period of time 是安尼款嘅 problem 應該是。But for 我嘅 side 是無 feel 到蝦米物。Yeah, because already, I mean, 我無 feel 到講我是打了攞隻船 ，because 你個頭一隻船係，你個你不落掉萬啊！我
god！你個布拉吊曼頭先只準啊！你個布拉吊曼嘅事，你是今年看到到一擺。maybe 一擺哦。哦。佢你頂擺讀冊無類對嚟嘛，แล้ว冇 holiday 嘛，所以先正對嚟 maybe 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พวกเราระดังหลายอ่ะสิก็กินเนี่ย喎，吊曼搞得像一個 course 喎。พวกเราระดังหลายอ่ะสิก็โอเคความถึงโชว์อ่ะจ้าโอเคแล้ว冇不老不很掂嘅啦。冇。แล้วรู้สึกจะสิพักทอกไปจะสิแบบสิริปวนฮันน่ะสิริปวน maybe 啦，but ว่า for ว่าไอ้ site 是。我唔知幾時 start แล้ว anyway 真快就成個消去แล้ว我冇蝦米 feel 到講是 committed 一個 relationship 安尼款啦，but 問題是講 on the other side 是另外一個 story 啊。你有成個拍啊 ？OK，Blurry 我係叫我甲 Bruce 拍拖時，我有講嘅，我講難when 教 because 我較大漢乜嘢，特別你幾歲啊？你計拍拖，你甲布拉布很點嘅，不，你甲布拉吊曼嘅時幾時幾歲啊？是咯，你講讀冊掉嘛？maybe 20字我唔知。OK， 差唔多。So แล้ว你甲布拉人嘅時23-24歲呢？你個事情，maybe。即係我每時我甲 Bruce 拍拖嘅時，每時24歲啦，是我 feel 到 maybe 有較 mature 就唔會，所以我講就是個你要 commit 嘅時候，because 當佢 dating 是 test water 咯，我我 enjoy 我 OK 啦嗬，特別還是往時講，還是當時冇講只 commit 個啦，我講我唔係唔是講 I love you 是。你是暑假 enjoy 一下等呀，特別你 in case 個除咗別人嘅事，你可以使有 right to 啥 withdraw 啊。แล้ว我講當特別講咯，我講係 when you feel 到 committed 嘅時候，你特別講看，แล้ว嚟 test 看 the other one committed，我咪 always on the same page 啊，我講。當我哋拼咯，I mean 頭先 of course 冇啦，不然冇啦，未險。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ด้ดูเก่าเองกันมา所以โอเคแล้วใจก็ส่วนจ้ามาพวกเราเดินดังแล้ว我ไม่听ก็有只白人過呀ก็有一個花是出來一朵花我很冰你是咩你看OK 我看 video 嘅應該我啲下而家嘛OK แล้วรู้เลยรู้ก็รู้บ่มี有告訴講冇啦，嗰一個行 boyfriend 一個呢，咧是第二叫是我嘅 husband 嗰邊。馬來西亞還是到底？冇到 US，我即係我個嚟 start dating 啊。佢我個人講，阿姑我只細漢11歲12歲嘅呢，是導人對啊嘅咋。嚟特別對比，因為我有過嘛，我過大我4歲，所以嚟 school friend 啊，even younger Mrs. 都大我幾歲啦。所以嚟。So 佢只，you know 嚟你一我佢只計啦，我就跟 phone 嚟了，用 phone 嚟，係咪？你feel 得人是你實在個樣對路啦，就係啦呀，你會細漢路特別冇咩 interested 啦，甚至12歲呢，有11、12，แล้ว冇咩 interested 講我爽嘅啦，你是我做10個去兼下有攞傾答播對話，你是that time 我沒問嘛，我講maybe I should start dating 我沒我係要 date 哦，有人拍拖啦嚇，你是你講都暑假啦，我上線路誒，直頭冇拍拖，直頭賣啊！直頭買 reverse psychology 㗎啦。你咪搞。直頭講啊，你使直頭乜仔去。你做咩事買咧？你又唔是 not into them 啦 ？Not really into 人啊，如果 really into 人咁未必嚟。你條去嚟驚人嘅啫，意思講。
too much work แล้วalso 你唔使啦 because 人是無相人啊แล้ว你係阿作經 tapi lu king lu 是講被 king one of the two 啊嚇啲人又叫啲對話係成唔得啦你不要攞去做隻 edit 哎喲你成日你 bachelorette 呢啦แล้วก็嚟講攞你做隻 king 啊啦你是講話做咗談 rose 哎喲你啊冇啦冇數解你俾自己腳開去小嘴干咯阿妹是愛ทำไม啊我係 coach 啊你是我自習一去嘅啊我個男拍拖แล้ว我กับ我嘅 boyfriend 有行3-4年哦這個冇咪冇咪 serious 嘅啦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我人冇咪啱我人啱嘅會咧是這個 like 讀冊啊 intellectual 啊OK 我 interest 冇咪相嘅 like 藝術界包唔係 and like you know music taste 冇相แล้ว係咪intellectual 我人啱 because 我人在 university 嘛讀所以讀冊你讀到嚟做對讀我到 Philadelphia 讀OK 等到 Philly 嘅時候แล้วlike 我人讀冇相我讀 engineering 讀computer science but push each other 啦 like 讀冊咧是after that 成畢業一個大我之後แล้วพอมันlike push like 做工 career เนี่ยมีแล้วอีก push ว่า after แต่เป็น講嚟講去哎呀啱 wouldn't necessarily 嚇because 成日你講嘅咧成個 chemistry 冇咪有嘅咧成日你講你 friend 女 friend 你係你就揾你哋就喎嚇冇 chemistry 成個我 friend 佢我 Malaysian 嘅 friend 啦我人特拜六嚟叫 hang out 嘅咋，即係未住家啦，係咪？我係本身是冇差咩？伊朋友是伊嘅朋友，我嘅朋友是我嘅朋友咧，所以冇差咩？แล้ว其他嗰啲姑我唔係 meet 到伊 parents，even though 伊 parents 冇講入去呢，伊 parents 話是所以嚟。แล้วรู้冇咩差？รู้差喎，รู้成個我但不是嚟奇怪咯，嚟。You know, if you serious, then you that you at least introduce the parents 嘛，掉，同你講大家知，我係買得別啦，我所謂買得多，就係馬來西亞嘛，但係一部成日 take initiative 咯，有位 friend 嘅人咧，佢就講咧，位 friend 人哋講，你人成日嚟教人嘅，朋友嘅，只嚟嘅咯，我諗問去只講嚟愛去 dating 啦，成個人。去行，我一支唱衰了 ，in the Sasini。哦，哇哦！講嚟成個外國仔啦，坐起係個人大隻嘢咧，冇喎。係咪啊？你當然 hindsight 看到對話，啥？哎呀，就 clear 就 obvious 咯。我感覺 at that time 冇啱咯，我感覺。但我 after like 2年啊。2年我愛改 break up， 伊就買 break up， 也是阿妹也是3 years plus 是，伊個來 realize 講成我人唔咁，แล้ว after that 伊愛 break up， แล้ว是阿妹先冇 break up。你阿妹聽講 break up 是安怎就是提起？係咪意思？就是講起，就是叫就是被你頭你被半性嘛，你一埋嘛，你安怎嚟講我咪知。頭知道時，再講，你是就講話是講誒 something 未好寫啦。like 成日唔啱啦 ，like you know 冇 get along 啦，會咪叫成個 like argue 啦，跟住冇是 argue about argue about 係咩 ？like 冇是夫啦，所以我未記。我 outlook in life 啦 ，values 我係咪想咯？就係講，我 understand no like let's say 啦，not
面是只啦，我是講like for example 啦，面是我 life 啦，我是講like 我是 suka I family 佢就愛大厝嘅咧，แล้วthe boyfriend suka 愛去行嘅，但係是唔啱嘅話。for example 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 like personality 我唔想。แล้ว我愛去 hang out กับ my friend and 又唔愛插嘅，you know like 伊唔愛去載，伊唔愛去辦誒，冇 like care 啦 ，I guess。แล้ว OK， 所以我頭甲 Bruce 行時候，我即係 interest 我唔想嘅成個我就 outgoing 一隻 private 嘅，我就 social， 我就出去就 public 啦，咧一隻 private 嘅，伊成個冇咪，大家較濟是到處，所以我頭嘅時，我 feel 到講，咦，唔知我安尼無想唔知會得閒咯啦。But one thing 一部好嘅就是我人對 each other 嘅 communication 就好咯，所以對 each other 成個講我有一當嘅事啦，我等你估啊，所以就講我頂到我是幾年，即係頭嘅是頭幾年時，伊成個講伊有甲我講 ，because 我做這節物件是要幫 start 做工啦，頭第二年，我頭一年第時是 long distance， แล้ว往一禮拜有見一道，往時2禮拜3禮拜見一道。แล้ว往做วันนี้搬起來是伊 because 伊大4點鐘啊，伊學電話車4點鐘該到位，所以伊到4講起啊是還是較 committed 啦是，แล้ว往搬入做一大是，伊搬起來真大是，แล้ว往到係 conflict 就是成個講我做我嘅件物件，我就 independent 做我嘅件物件，แล้ว我是做只 activity， 但做當做細後，我就對嚟看到依邊那個5 minutes 後就去困了可能。แล้ว我還是唔知嘛，我冇去想，安尼款物件。แล้ว伊較大漢咪開始大8歲。OK。所以伊甲我講，伊有甲我講，你阿三人成個 roommate 安尼款呀，唔是。嚇，แล้ว時我嚇死起，我個想到講，哎呦，我冇想到安尼款物件咯，咋？你要避曉嘛？我冇想講成 consider 啦。แล้ว actually between the two 我甲伊嚟講嘅，伊是較 considerate 嘅，伊較少我嘅人。當然冇想啦，頂到時，แล้ว變做我避曉咯嘅物件，แล้ว個伊甲我講起咧，我梗係想到，所以嚇時起我就 feel the relationship 嚇，特別是你特別有啥 back and forth 特別會 negotiate 你嘅 terms 就冇本嘅 ，because 我 naturally 我避曉，特別我係 train to 成個講 ，even until today 嚇，有啲物件我做嘅時。我 make sure 我即 ADD 嘅頭腦嚇，是 always 去做，แล้ว冇插意咋。特別當見我 once 我 caught 我自己，你做曬時，我對 pause 俾佢嚟 attention 轉到對下伊。even until today 20幾年啊，我先做做安尼 effort 過。but 我答啦，嘅答啦，我是自己想。係呐，冇要緊咧是多人愛做，你知哦？冇人。無人愛做嘅事就是坎坷啦，所以成個人講relationship 是成個 like marriage 是真係 hard work actually it shouldn't be hard work 嘅啦。你就白白嚟愛 give and take。對。actually 佢唔是成個，你冇 feel 到真大嘅 sacrifice，because 我是個大擺時講咧，你嘅 compromise 係較要緊。過你嘅 relation，I mean 你 compromise， 你感覺冇效過，較濟怎講啊？你為 compromise，或你為 relationship，但是你 relationship 嘅 priority 較懸 ，compromise 冇辦問題。但是講你 compromise，你成個抬頭你看條，你 relationship 冇要緊係面是差唔多到 the end of the relationship。係啦，然後 OK 啦。maybe like 真多行路冇下面想只個路個旅行。只隻我諗只隻物件冇想。特別是講特行冇想嘅時前日行學咯，我感覺客戶我係你第一叫 boyfriend 嘅時，真係 incompatible 啦。
反正一行人咁樣穿嘅咧冇啱嘅，所以真係坎坷嘅，你成拉沙落你啲嘢了只 heavy 嘅嗰種，你知？真了咪嘅只重。我係啱啱教我嚇，真正濟物件無相，特別 one thing 上就是咩？我人愛 relationship 上。That's why 我人會驚，因為我真濟物件無相 ，physically 無啦有 mindset 有你想講。有咧成個有物件，是毋是講講了無相？特別我 feel 到成個講 X 較無要緊物件，較 superficial 物件。我嘅 style，我嘅taste，我係咪講真無相嘅啫？我人愛物件，要緊物件是我人愛 relationship 物件真相，所以我人 feel 到安怎？有啲人說 ，OK， 成講你拍你一個一人，有咧尤其是講做一隻久嘅人，你會成個 feel 到講。就想困起啊！就困起。多謝。我嗰時候我唔試下啦，因為奇怪。是唔是？我知。看到人嘅咪 mute 掉。毛毛菇啊！看到隻小無困。是唔是毛毛菇？哦 ，maybe 是。Sorry 啦，我就這邊啊。是隻小困起啊。無困啦。聽落 experience 嘛。嚇，然後我嗰陣時是我講咩啊？我講咩啊？你講冇，你只係物件無相，但 superficial 真係淺嘅物件。superficial 只物件無相。OK，yes。So 我人嚇對 each other 搞個動機嘛，其實就話我呢做只21年啊嚇。哇！我人一淡薄嘅物件成個你把你個 message 話呢？伊成個 everyday 就要有嘣 send 就因為我台冇電嘛，伊直接佢就到伊 send 伊就 heart 和我 kiss 上去，成個只細行物嘅 express 你嘅 love 和個你 tenderness 啊，我人內人們就係講，我 feel 內人 feel 到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我內人冇做，所以係我 feel 到，你看細行物嘅 sometimes做我build up 嘅我 feel 到，成個我以後我知咯，所以我成日無基本好，我無講成日哎呦我笑伊啊，你看我無講呢 ，because it constantly 有啲 message 話，你冇看到時我有閃個爽者，直接幾年啊就，我時成日講，我時講，以後你成個我人 never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saying I love you 嘅就，所以我 part 係特別講 I love you，特別 kiss each other。So，喺呢面嘅是對方只要緊嘅物件，有人有嚟夾波，有嚟說，即係唔要緊嘅嘛，我哋嚟借你啊，係特別 until today 啊，until today 啊，成日我滑車，往時一滑車嚇，我全手去動一卡啫，嚇，呢度 Russell 就真水，你看，即係細物件啦。講成阿女只細樣嘢啦，只細樣嚇。係啊。Copycat。但是講好我直接講 copycat 咩㗎？係咩㗎？繼續。冇講。係，肯定我俾你講 copycat 嚇。冇啦，我是感覺講白類 relationship 嘛，白類人成個樣 OK 樣被驚嘅 relationship， but 樣個感覺講樣被家己啊，就是嚟講 be yourself 啊，就是講一個被做到自己家己。然後一個俾佢哋 relationship，so that 真係就是講樣行喺 relationship，樣 feel 就講，哎呦，我是變我家己去了，嚇，然後樣就 break up，然後，但對我嚟講，是我感覺講，你愛行一 relationship，你冇可能你做到對家己嘅嘛，對冇？你特別是俾，想講，你 compromise 咗，你想講你特別想個去，佢哋 partner 想個，都是俾取到佢哋 point 咯，佢哋 style of the。long 嘅 relationship 我 feel 到我自己就 lucky， 然後我感覺就是 complex 嘅物件，即係看過除咗 compatible 嘅 partner 就 feel 到啦。如果被 on top of that， 如果被 attracted to 伊喎，你咪成講好到 A 啊咋？如果被 attracted to 伊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如果被成個 compatible， 咧即係 complicated my relationship。但係我就驚，我有時講哎呦死我就歡喜咁我未去拍拖呢啫，你我 feel 到我就差咯，你可能物件。我下個月時我想我 after break up 啦，我 boyfriend 我家己啊，我嚟，哎呀死啊！我特別先地夠嘢。Hello，你請啊你？
安那歹勢買機器啊，咋咩？我是豆沙包。大粒包，豆沙，豆沙包。多謝好食。大沙包。再試試了啦。試試咩？在咪數你邊位款？再試試。豆沙包咪是豆沙餅，我哋時候咧豆沙餅。嗰啲阿 John 佢啲叫我大粒包嘅，所以我嚟大粒包，你頭頭唔是大粒包嘅咩？我啦豆沙包嘅啦。你成日我叫鹹水啲，我叫你大粒包啊。啊，我叫鹹水，我叫你幫鹹啲叫鹹水啲啦嘛。有迄個蘑菇啊，蘑菇啲哦，有啲哦，有啲啊。有啲。哇！蘑菇。哇！蘑菇唔是菇。蘑菇嚇。蘑菇。哦，攞咪攞卡咪多啲，半少。半少。ability 嘛嗬。半少。半超啊！超嗬。split，OK。你把半個啊？你把半個啊？嚇？你把半超個啊？係啊，半超貴啦。嚟講啩，你頭先打半是你自己不，你撇人還是人撇你？等我撇人。嚇，嚟講下兩隻撇，你 method 兩隻樣。唔是講撇啦，等我頭一個 relationship 我只細漢，我咧特別 younger than 我，唔是特別 younger than 我，特別結果話咯，我昂 younger than 我。我馬阿媽。誒，之前我介紹你就之前播緊啲是到 Canada 加拿大。啊，hi。แล้ว之前是到啲 Australia 呀？Brisbane。有機會來對，看咩 bus 哇？OK。我先回答你。我去解解。我家把那個機會呢？誒，你把都過。你見到睇你攞3回，你嚟個 coach 頭點辦？你把都過即係即係住一輩。你朋友啦 ，David 啦。把都過一輩。都知道食 breakfast。哦。啷上會咪啊？都會貴嘅喎，你你大上會哦？我一大 north， 我大 south。哦，包到會？That's about actually 冇會啦，about 1點鐘45 minutes 咁樣款啦。OK，嚟講，你按照半招你 method technique 係點樣？Because 我知我 exposure 伊是大沙拉瓦嘛，所以會啊，所以咪見到 over the phone 咯，係拜拜咯。你見？要唔是夾到正，夾到正，夾到正嘅數啦，對你。係 long distance 嘛，只因為硬到喺邊啊，你係歹勢哦。係啦，講下。而嘢走來。你半超過你可能撇過哦。有啊，actually 嗬，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啊，我 ex-boyfriend 同 Melbourne 嘅，然後我甲伊快幾年本啊，出 friend 嚟啊，細漢個大漢嘅，然後伊把隻姑咧，點解到馬來西亞是到白咧呀？出 friend 嚟嘛個了，出先嘛，then after that 冇去找伊咯，then 就感覺到。淡薄先你先看到真 loving 嘅啦，咁after淡薄就怪怪你看怪怪啊嗬，就帶我去找伊時，我看到伊嘅電話，伊查某就講我 I don'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since the girlfriend 了，但係伊個冇 honest 咯。哦，伊冇講啊，伊冇甲你講，係冇甲我講，你都冇咪直 call 冇 call 我咯，講冇分割啦，乜好笑啊，就咁樣講嘅。寶貝就辦機嘅分割啦，咪使咪個了。Then after that，伊查某特啲長時間 call 伊你知哦。Then 上個時唔知是上隻查某啉酒醉一個坐對厝你知哦。哇 ！Then 就是了得，就是真正無 secure 啊啦。Then after that，有一道就是伊對內，了我人就講，無對內 on the phone 就講分手咯。特別嗬。tapi 佢伊半手啦， tapi 伊都對嚟邊嚟學 holiday 時，佢教我出喎，佢見我手實 boyfriend girlfriend，你看得知哦。你 after that 我嘛 on that time 我問伊咯，你當我是蝦米？
back and call 嘅啊，你對嚟呢，你個甲我牽手，特別我唔係你 girlfriend 啊。然後John，叫小劍正是 player 啊 player。小劍虎，拜拜。劍虎拜拜嚇，然後你看到了伊，拜拜。嗱，到我 go on for a year plus，and after that I finally realize I think I've been used 啊，可能用啊，伊無熟甲我啦。特別佢安尼款做啊，所以就甲伊 cut 咯 ，totally 甲伊 cut off 咯。你看咯。你do how 嚇，佢條有啦，好個新去啊，你伊嘛啊，好個新個 church 是啊。 how is sun John how is sun 咩？有見水有見。我正新去啊，我位嚟。哇！呢邊都個新去啊咯。然後對我邊個阿伯啊 ，thank you 啊，你新啊。即隻小女新去哦，當然。我 break up 個咪攞一個月啦，我係3-4 kilo 嘢啊。哦，你大隻去 gym 嘅數嘛？有咩？哇！去 gym 啦。去 Jenny Craig 啊，免去你 lose weight 嚟個了。你 break up 係2禮拜，你 break up 係我 break up 係1禮拜啊，我淨係冇咩食，淨係食唔落啊。哦，誒，我話山啊，成日我極少我對隻字。係咯，我唔想喎。depend 啊 ，depend on 人啦。特別好食啊！你食啊個無必 enjoy，特別我直接食嘅。你成日400食咯咋？我試隻400食是成日都硬硬直直煎，特別一部成日就諗嘅咧，直接食安尼話嘛。哎呀 ，John，即係鹹水啲啊，是有鹹水啲啊。波鹹啲，波鹹啲，哦，波鹹啲啊，依個 familiar 呢？你八億啊？你成咗咗啊？哦，how many年？自康康字。自康康是四個500哦，我是2000，特別我唔是成咗咗時候 CPD， 特別伊比較面色呢，我唔知我都攞過佢伊啊。係咩？200位高啊！高是啊咩？你高是你 X 啊？跟你高是 X 啊？actually 一支出戲啊，是外國人嘅嚟啊，伊換嘅 friend 是成日換衫咧。哦，你話好long call 喺 Steam 入邊哈？嚇，得啦，呢個講話啫，講話啊，哦，白坤青嘛 ，hello， 誒拍壞，佢見啫，不過壞啫，拍壞啫嚇，超。你電話拍壞？哦 ，sorry 啊，係咪拍咩？壞啊，壞，有聽壞啊。係咪是壞？跌緊壞啊！你電話咪而家跌咯。哦，叫啊，你看我叫。哦，你看。哎呀，個肥喎，呢個啊，安怎肥啊？你 Skype 嘅時候，但係一見到誒，我變咗做歪啊！冇咯，是跌跌咯。係啊，有時。係咪？死鬼！做嚟。冇嘛，喂 YouTube 你真係撚看 YouTube 時拍壞嘛對。有你當見你見電話跌嘛，所以你看到時看到動一條跌係咯。有拍壞時對看，特別個冇話你 lock 你 mode 咯，你電話 lock 你 portrait mode lock 掉。哇 ，lock 啊 portrait mode 啊。就是 portrait 是跌啦 ，horizontal 是叫做 landscape 嘛。真，做冇啊！你見啦，咪看啦，睇下你死呢。我看得個碟，咪咁樣看掉，靚喺度等呢。或者你波啊你。哎呀，你冇蘑菇啊，愛嚟除話，你就有一講 August。呀。嚇。耶，點叫？蘑菇。別使講。哎呀，拍攝 on air 啦喎 ，on air 了。你而家冇啦，你亂講。冇啦，你落嚟講，你後面把佢。係啦，你綁掉係啊，你綁掉講。OK， continue 半超。嚇。誒，long 個 long X 啊，半年嘛。嚇。每日 long 個 X 半日 long 個有啥 keep in touch，還是成日拄到邊咧，還是 WhatsApp 啊 Messenger 有成個有個在講話咧，可能。別使，
袂使，我钓過一兩年啊，你看 on off 你看袂使，你愛袂記，你就be totally cut off。Okay. It's a switch. I want on and off. 袂使 on off 呀，我甲你講。I mean 我算我本手啊你 I mean 我唔是冇算，so 我教我頭一個誒 straight 嘅，嘛是still friends 個啊 good friend，特別你 kiss 路嘅咧？我啲我看過一道 since 我人讀畢業啊，我看過我甲 Bruce Lee 去頭一道嘅時我看到伊呢，所以我冇看到伊啊。伊傳播嘛？哦，跟住嘅傳播。第二間？哦，第二間啊。所以伊傳播都傳硬啊。哈。我 steady。特別。第二間不是 confuse 啦。我是200嘅 maybe。Actually 我唔知 because 伊嘅把 arrange 伊嘅教應。哦。伊把 arrange 嘛。Actually 我 feel bad for 伊嘅 actually。Maybe 冇 out 啊。Maybe 冇 out 咯，我 feel 到唔知要歡喜。Sometimes 我冇估我想到嘅，我 actually 我翁有一個畫面本嚟伊講 you should go find out see how he's doing。我咪成日講啊。想做伊嘅 life turn upside down in case 我去 I know， 係你要做伊激閃。嚇，我係 Korean drama。Korean drama。我 love 咧，佢帶到對個伊 ex boyfriend 啊，你講到我老嘅 drama 咯。係咯，佢哋唔係比嘅喎，係茶係開啊。等一人講，兩人就係講啊，別使講咩。在同裡面吼，我有一個 friend 吼，伊紅是佢，伊教伊咧，伊兩個囝快老啊，過來，真短啦，真 sad 啦，because 伊 family 嗰邊 accept 有囝無囝啦嘛。So sometimes 你物件吼 ，because the family they accept you 吼 ，it put you in a，然後講嚟，because family they accept you as a gay it put you straight so it look commit the first place you come out and then you hurt more people if you come out later you say okay I divorce you I don't want the family I become gay so you hurt 多幾人佢就講我記得講正你 commit 正 big sin 啦 which is you at the first place 你 family 叫你 become straight but you're not straight 你去教伊你去做嚟誒咪驚了 and then 你自己呢個係divorce特別sometimes 佢 approach 人你 approach 你就係自己你 approach 我聽講你係你 family 平時係翻是特別我唔係只人是唔是只啦，尤其較老一派老一輩嘅人啦，有冇時候你可能特別讓 sometimes 看嘢 decision 安怎咯，特別你本是只 call 咯，當時，所以那是你知道 ，even though 你知道講你害到人，我可能特別你特別識 everyday 特別 pretend 咯，我 feel 到喲真正，我想起我頂到被 out 嘅時嘅帶嘛，你成日 everything every move 是 fake 嘅咋 ？make love 都 fake 嘅。everything 有 make 啦，有睇 make 我咧，有咧愛 make 都未 make 啊，都夾斷嘅。咁會咁 sorry Don，也斷嘅嗰啲成驚，切。我一個 friend he approach he probably will come out he has to come out 因為自己人咧伊搭嚟搭個頭啦，自家係伊嘅朋友小爬咗。伊嘅朋友是一粒嘢，當時一粒查某就查甫正伊一粒，把這個條都正常啦，變咗正常啦，都 and then 就我 confused。basically 伊嘅朋友正伊波。Oh my god！ 嚇 ？Damn asshole！正伊波都伊紅不是比較做下面要嚟 ，you know like 都伊。一坎坷啦，所以伊個就係講，你上好好咯，你買這個俾你
已經行到安尼久啊，囡仔過了大漢了，我明白，Lucy maybe Lucy when he come out but look at dispose on parents lifestyle because if parents accept also it is come as a straight family to for the sake of family, you know. Convenient. But if they maintain the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嗰個你但 selfish 啦，有人就是幾個 straight 本部上有人，你看有人是 asshole 就是 asshole 啦，無差別幾個 straight 啊。係咯。伊做特別有隻 that's why 我講做咩事人被against 你LGBTQ 嘅人嚇，買學人 live the life that they want to live because eventually they will marry your children。係咯。是咯，是咯。Actually 本手咧你 I think 你一站會甲你 ex 唔講話 ，but after a while like maybe 10 years 你成日我 after I think 10幾年可能我有講話都對咯，but OK 咯，成日 just forget about it 嗰啲咯。我本上我 feel 到你在做咩事我甲你查某係我頭晚講嘅，這是 before 你代入拎嚟，代入包嚟。多粒拎代入包，佢有講拎代入包，係唔是 before 代入沙咩啊？豆沙包啦 ，before 豆沙包嚟是。個係字 nickname 了啊，slash 大粒拎豆沙包。OK continue。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นี่ว่าจะไม่สู้ว่าถ้าสิไป sever ว่าอะไรว่าจะทำไม่有 relationship ไม่กับอีก講話อี就直接背 because ว่าใจจะไม่สู้ว่าไม่是因為ว่าใจ講อี幫唔起所以อี幫唔起啊那是你講ว่าไม่好有 false hope รู้ใจ哦อีไม่來อีจะ大隻我叫咪叫來你出下叫你係咪我直頭逃避掉我教你 roommate 講你買我買你講我困啊แล้วว่าก็มวยอ่ะว่าจะทำไม่กี่ because ว่าพี่เดี๋ยวว่าเนี่ยสิ講ว่าก็可以想講ก็有機會啦，講一直來，你 actually continue to try 前隻股都就，แล้ว until I think 我畢業過啊，個兩三年過嘅時嚇，還是一個教營嘅時候，差唔多教營時。我計去俾線有啥？我計去嘅線有啥 ？Actually 對咯，John，你做是對嘅，咪 totally lose touch，because 但當我對個即個 ex-boyfriend 時候，我就是直接甲伊大姊講話，然後對伊大姊講你別，伊講我幫別去，伊講你特別 cut all ties，cut all ties for a while 啦，at least until 你回所以我呢看到我介意，我係咪啦？我是 feel 到冇嚟講，我驚講伊有誤會咯，我驚。就實啊！伊有講咩就實啊，頭是。伊嚟除佬是着股啊，老人判佢。聽我讀正做工了，我個 Bruce 讀正，入面是一個兩年，哇，兩年一個嚟除佬啊，我嬲。冇，你是講伊兩年過我 OK 了，兩三年過 OK 啊。冇，伊嚟除佬。伊嚟除我就是直接想講不要緊嘛 ，OK。So 我要計講要搬一站嘅 ，because 我自己 discover 我自己啊嘛，我自己再講我自己 OK， 我別我就我自己還是我就同你講啊嘛。Then 我未曉計講，我未想講sorry 啊，我是 gay， 但係我未曉，還是我自己 try to accept 我自己本來是，所以我自己 issue 本來。Then 我計講 OK， 我再講，我冇計講係咪事，我是計講我未驚冇，我計講我冇 feeling 冇 mutual 啦，計講。伊講你講特別唔要緊嘅，咱會使做朋友呢咯。你講做朋友，然後我講我買你成個係咪？然後時候我自己嘅時候我想到我講 OK， 我未啊，還是我特別，我係記係隻咩個 ？because 我隻 stress， 我係人係，我是隻 drama free 嘅人㗎咋，我自己冇暑假 drama 嘅就係成哇係咪唔記得啦？要那簡單那 simple 那好嘅，然後我哋見成講心強嘅就，我冇暑假心強嘅，then 我就計講OK， 我要搬了。哇！伊亂咯，伊講 OK， 你亂啦，你搬開啊！我去試下你看，然後你講，
No，哦，drama， 呢就是 drama。未使未人我 drama 字嘅，等陣可唔可以聽毛毛菇嘅故事先？然後你講我，講未使未，OK，你講我你假一時 threaten 我，你講你假搬係嘛？我死哦！你看，所以伊成日用話，然後我就 OK，我就驚咯，我就叫驚搬。頭一道時啊，第二道時，我講。你愛做咩 decision？ 你自己做。我 already 我再講別我別做何你歡喜。你愛做你係咩？你愛講愛去死嘅時候，我冇辦咧。我同你講，所以我嘅走哦。高大。Because 我 feel 到別嘛，我北死我攞撚就死哦。我死咁死，你自己死都問拖我死啊！你講。我講我講唔是拍拖隻股啊。特別伊是講未死，我第二道時我實在，伊未講伊唔是淨係未死，伊是未講係話賣 break up 啊，所以我知。特別我冇驚啦，我冇驚嚇啊！我就是有驚，我 sometimes I feel 到就係你我 experience 我變做我淨係驚講 ，Oh my God！Can you imagine 就是講我硬夾一驚落去，有驚有蝦米效應，有驚蝦米？你想看落坑考啦，要佢哋 life 我唔知咯，實講我唔知講你係你 asshole 嘅 friend 我唔知啦，但我就是講你學我 OK， 當叫我同佢請起來，我有驚有蝦米，我被安怎呀？我變做 believe 我自己 truth 你咋？你都個 responsibility 咋？你安怎對你寶個你寶講 OK 我被，都我唔知咯，我就。寶講，你或者係老講，你先講，理解就對啦。少，即係 complex 咯，唔通嘅嚟歸關啦，有件事。OK， 嗱，我直接講未知來未知嘅人嚟讀毛毛菇講下咯，安怎？我話聽毛毛菇嘅。嚇，嚟毛毛菇講數。嚇，嚟。OK，我頭一擺頭一個13歲，13歲 Form 3嚟，是嘛？13歲 Form 1啊 ，Form 1啊 ，Form 1，sorry，應該10個歲，10個歲，13歲就8到只間打波了誒，嚇，แล้ว你未 rotate 啊？你 phone？我實在買。嚟數到你邊啊？我唔要見你一仔，伊本是成日 Bruce 喺韓本嘅，伊叫我你去做嘢，你去唔要。OK on。然後喺13歲、14歲、8、10個歲就 start 見到這，然後上咯，佢哋打波就是上個阿 John 講嘅咯，佢打波對路好成咯，伊上啊個了誒，騎個了好路，所以咱都有淡薄失落了咯，失落 feeling。OK， แล้ว有呢是 work 喎，有呢是 work 咯。แล้ว到10個歲，係咪咧？你講係咪 work？就是講喎，伊學我同意喎。哦，安那到底同意咪是笑，還是 confuse stage？呀。OK，แล้ว10個歲就 first try 咯，first try everything 啦 ，chocolate starfish 咁樣食咁樣啦。呀，嚇。哇！你 try 過啊？我哋試下你咪，哇！你十幾歲你試 ，Oh my god！你梗係就數呢咯。講開人食掉 chocolate starfish 去啦。等陣，幾歲？啷上去等啊？上會、上班、上 prefect、上 E-Rugby、上 class、上subject 咁了。但係 even 啊？你 hot 啊 ？Hot man， why？伊是 J，OK。哎呀 ，My God！ 我唔是妹女見照影啦，我妹女 hot 哦，呢邊。hot。要我看話，你個笑影啊，我看。都係 part of the 笑影啊 ，John， 都係 part of the body 啊。我喺邊。哎呀，即見照笑影，只是見照班咧，即 internet。OK， 咪咁啦。係啊，咱莫驚咯 ，OK， Form 3、Form 4、Form 5考冊了，咱莫出外部讀冊啊咯，伊本對我去外部讀冊，話了莫感覺到歡喜咯，哎呦 ，finally 會白白話到這，所以上一間旁間，然後個在頭一年 diploma 咯，然後第二年
我一個 friend pass away 嗰陣時，แล้ว是伊個小妹嚟咯，叮叮叮，伊就講捌到一間查某，แล้ว伊就講想講愛甲伊做 friend，然後我講OK 咯，我介紹你捌咯，我係 friend 係咪？我係 friend 嘅小妹，所以伊人唔知。有擦出火花，你知哦。然後我好像是我個頓買咗個不要緊咯，安尼可能佢我能夠白白困白白大嘅了咁嘛。然後等到一個月嘅時，我未記係咩月啊？咧伊就甲我講，我是唔是幾嚟的？然後我講重點是安怎？我重點我愛甲先查某多隻。然後我講嚇，安尼一年喎。唔是2個月、3個月，1年2年，安尼一年哦。แล้ว這是係咩事嚟？我冇明白了。嗱，咁我講到對人講死咯，有影是想愛去死咯。一年咁正。係啦，我明白。我誒查某我同你講話，甲3個月啦，2個月我個到啲馬來西亞，所以係你想 dramatic 啊啦，一個月啲。冇想，攞曬你是冇想啦。OK。我安尼一年，物件甲了互伊去了做物件，甲了讀冊，甲了阮為着伊，甲了去做啊 ，whatever 甲了互伊為着一句話呢，我是甲查某，我唔是gay。你講，等陣想 analyse 佢，你諗下，伊是 bisexual 咧，還是伊是 the whole time？即像你先想無明話啊，別使講，我未聽到，我就呢。你接嘴？我 on the road 呀。我有個人真牛逼嘅。virginity 先是學醫了。學啦，早就學起啦，打 fish 就學起啦。你學了，還是10幾歲就學啊？講10個歲就學啊？了怎麼就是我講 maybe 是 bisexual 哦，是 bi 哦。伊無食糯米，或者是因為安尼一年來，伊無看過。無食誒，無吹白你查某誒，無路一人誒。係啦，我知。That means 我是 first try 啊，查某伊感覺爽，了伊就變異。伊唔捌 try 過，OK， 伊唔捌 try 過嗰陣時，伊是感覺到。OK，咱咪講緊係 sex 啊，咱講你係成個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人係，你叫我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查某，我未有知哦。romantically 啦，成我 fall in love 我就 love somebody 我特別我未成個 fall in love with 一個查某就，特別若是講伊有 fall in love with 你，還是伊個你 physical 呢？有 fall in love， 我係在香港肯定有。So 因為that 迄個10 form 5。Form 4 Form 5是 of course 有特講講小妹啦，佢伊在白你打波啦，所以我就咧啥 OK 啦，小妹啦，咧伊講伊過來催我，佢再載我出去硬咧，我咪學我走講，咧伊講啦買了，安尼款，伊買半手，嚇。Oh, that means he maybe 是 bi，maybe 是 bi 啦。冇啊 ，maybe 伊會使用。就你阿拉山就講，我係去㗎巴黎打波，係就你去巴黎打波，都唔知。OK， แล้ว OK， แล้ว講 I see I 話咯 ，OK 啦，有啦，我 stupid 啦，我去連得多啦 ，OK。Oh my god，yes。啦，我話同埋阿 John 都講嘅啦，阿 Lucy 話啦，我冇執小都。嚇，我係少乜俾下呀？前日喝咯，แล้ว OK，แล้ว過後แล้ว我就 kick out 出去咯。แล้ว我冇ทางไกลไปตัวว่าเดี๋ยวไอชุดขี่รถแล้วก็ขี่สวยจีพังเก่งแล้วว่าคือสวยจีพังเก่งแล้วอุจิจิอีคน来ช่วยว่าวะก็ช่วยว่าอีก็是ไอวะแล้วว่าก็ไม่ปัญจเขียวจะตายเขียวแล้วว่าไม่ว่าไม่阿是就估阿龍啦，阿是就估冇冇估。I think 貴了已經有加錢查某件了。有影有甲查某行啦，你捌看？有甲即個查某行，即個查某佢拍電話甲我講過，我朋友小妹，伊講即刻講愈點點啲念掉伊，我無暑假，愈行半手會使哦。有嗰時我係 friend 嘅小妹，
了嗰時double strike。你 friend 幾啊？你 friend 乜自己啊？我 friend 是 straight 嚟嘅，你死去了，我搞一隻 friend 就好嘅，一浪車死去。了，就是看到我講話，哎呦，我笑去，我唔知安怎做。係你係你做乜嘢笑？係你嚇，係你是啊，係你有影是真正笑。你4年我諗下你讀冊個來10個月，4個年喎，5年。more than that，去到 diploma 去到final 了咧，final year 啦。final 係咪接一回啊？20歲，接一回。20歲一回啊咯，almost 嚟啊咯。5、6年啊。我 remove 佢嘛。แล้วโอเค咯，我買咧就實短期啦 ，OK 冇事。冇嚟除咗時搬開落股啦是。搬開啊個有3、4季節了。哦 ，OK。哦。แล้วอีก個嚟แล้วก็唔要緊，短期變靚，伊就係講我短期變靚，伊本短期變靚，你坐我去嘢處，坐我去嘢處，伊講我媽都愛看路啦。你唔捌到佢媽都呀？把個食個咪食咧，個去個嘢處，個去嘢處 activity 個，แล้ว個可以騙嘅一道咯，騙嘅一道。死咯 ！That means it's fine, I'm sure. I mean, like judge from the very story. 我好介自己哦。哦 ，maybe 是擺啊，擺做咩事？我覺得是擺，唔是識，伊是有坑嚟談了。No, I think it's 擺啊。I mean, okay. 我咧，我知啦，你嗰時咧有坑得人後，that means 特別。that means 是係咪啦？你啦，我白，so 你is I think it's bisexual 啦。I mean bisexual 是 the more 加 complicated 咯 ，because bisexual 係人 non-bin 伊唔是 binary，是人 straight 嘅人係，人 straight 啦，人 straight or gay 嘅人係，人就人個 explain 嘛 ，spectrum 啦，所以伊是有可能伊是lean gay is lean 打波係 bisexual 咯，所以特別伊個because 伊好像是講啲伊就冇伊本係嘛，所以伊唔是講成日玩做對面，我係 friend 啊，我都想講伊是伊嚟對伊 dramatic gay 嘅嗬，伊同佢咪個 friend 係幾年啊？個有10年啊，10幾年啊，是個一個 friend 10幾年。特別往 all the while 成個我人嘅 subject 我人 topic 嘅啦是做來乜事嘅，實際我人規定嘅 friend 係咪學 suddenly 一個 friend 10幾年。OK， 我 objection 就講嘅話，แล้ว OK， แล้ว講到啲嚇，等下有淡薄 story แล้ว冇對嘢處咯 ，OK activity แล้ว嘢馬起啲肯啱會看掉 ，Oh my God， 看掉啷做啊？嚇 ，Yeah，Oh my God，that's scary。Yeah， แล้ว你咪錯啫，錯 Q 啊，Q 㗎แล้ว去，แล้ว我到半暝我就走人แล้ว OK。Oh my god！ 我最 dramatic 嗰個，等陣我放嘅 music， 見下鬼個水 music。哎呀，唔對，喂，哇，你冇個女 dramatic 嘅。แล้ว OK 不要緊。呀，後面嘛 involve 啊 ，Oh my god！ 我驚。我驚咧，我真係太死了，我成個 ostrich and then 看了，我走人了，嗬，แล้วOK，แล้ว走了 disappear แล้ว OK， totally 兩人冇 contact แล้วจ้ะ兩人冇 contact แล้ว依度教人了 ，OK， 依度 start 教人了，我朋友嘅 sister， 另外一間查某，哦，麻煩你，OK， 另外一個查某教人了，同佢有3個細漢 ，OK， 講有3個細漢，即係我有依個 contact number， still and down，你唔係。OK 啦，同你群啲頭卡我佢啤起啦 ，OK。喲，冇重要，即是講，你記喺 Facebook 好啊看。OK， 你講伊是 bisexual 啦，嚇。OK， 仲有你講伊是 bi，but 我 who before after 解半手了，伊教 N 了，我有 call 伊，我有 contact 伊。OK， tapi 伊唔愛接我電話咋，伊唔愛對我，伊 totally 伊block 我㗎了，同佢 even Facebook 我佢會找到伊
伊本無愛 accept 我個動機嘛，因為愛50歲啊人。所以如果若是講伊是 bisexual，OK， 伊直接會識回頭草嘅嘛，無本。你是，特別伊唔是女喎，你因為伊誒，像 family 啊，有個人有個大波，像啊，伊驚講伊 family 被 accept 之類嘛，所以伊無變咯，伊就 force 個查某白白咯，但所以可能伊家己。我冇咩 feel，我唔知喎，我個冇，of course，人係 stupid 誒，係即我呢會知講較濟過毛佢知對唔對？就是咱是講笑嘅啦。就是講要走下，就是講要走是做。489。我去。哦，489，拜拜。哇，咱繼續玩咯，繼續到後邊幾點啊？等於6點啊，差唔多。係6點啊。OK，兩景啊。了 OK。OK，所以唔知咯，confuse 所唔知講到底伊是 bi 還是唔是 bi。OK，我接 another analysis。OK，so bi 嘅意思係啥物 ？bi 嘅意思就是講你腦嚟會 attracted 啦，對哦。So 腦鼻會食啦。So that's fine，腦鼻會食，特別就 that's why 我講嘅是腦鼻。伊都唔是 ，unless 你感覺到伊出來人硬硬逼伊會傳播，然後伊硬硬傳播。但是講伊個有教你查某嚟講，伊個有 happy 嘅 sex life 嚟講，就咪是 bisexual 咯。然後有啲 bisexual 嘅人 maybe 是伊個 bisexual，但係伊個要小隻，你就腦皮會隻嘛。所以伊，若是講有傳播咧，伊本硬硬要去吹。嗰邊一大波，還是依家一大波有 relationship，還是有交應該，伊本是個口特別去嘅只一邊看，係就是 bisexual 啦。特別有啲 bisexual 人本會 commit 嘅嘛，你成日講，而且你講你會，但是你 believe in committed relationship，係成日係 monogamy relationship，你咪是講你教你波，還是教你硬講你會 commit 對一個人，因為冇差你是大波就波 bisexual，或唔是 bisexual 本好係，gay or straight 嚟講，你本是特別。devoted 一個人嘛，所以伊嚟講咧就話小啦，應該是 bisexual 啦，or 伊是 straight，特別 sometimes 伊是 lean 淡薄 slightly bi because 伊個女有感情過嘛，所以有可能女個伊嘅感情是正嘅，伊幫未其實因為女正是有感情，特別伊正是伊較換 straight 嘅 spectrum 咧，有可能啊，特別即是 bi 啦。我是我感覺你講嘅貴level咧。我感覺伊是 bi，but 伊驚講成伊嘅 family，伊大波咧，伊夾大波咧，伊 family 有可能 traditional 啦，係啦。然後就講伊夾大波。按照講是伊 family 咧，when 伊媽得看伊個毛毛菇，小黑小。應該是伊媽得在叫誒。就必須 confirm。伊徛了點解會看？你我就看掉伊，I contact 個。哎呦！理由喂。係啦，我梗係驚啦。開場。and to on 嘅呢 suddenly appear 到你度。誒 ，OK。So OK， 毛毛菇，你嘅 analysis 上面咧，你感覺到安怎一根叫到安怎？你感覺到easy straight。That's why John 伊交動機，我一個 relationship，伊互我一個 trauma 交動機。OK， 幾年啊？我20年啊。我 when every time 我甲有甲 Alex argument 嘅時，我會 nightmare。哦，你驚講伊去吹查某？唔是。我係 nightmare 人嘅，唔是content Alex 嘅，是content 伊嘅，交動機。係啦，我知啊。哦，你是想到伊安怎伊讀轉來，係唔知做咩事會驚？只是講有伊 appeal 咯，啲到咯 ，the moment 伊甲我講 I'm not a gay， 我屬甲查甫嘅。但係我喺你物件 appeal 啲我腦會，然後無啦啦，點知啲到咯會賣菜我，互我真係 set。Leave me alone，就是嚟講包嚇，安尼可能會。所以你 feel 到伊是 straight 呢？有可能是 straight 本來 actually。OK，那是伊 straight OK 啦，咱講啦，同見咱幾歲了 ，right？
特別要 family 喎，伊驚講 family。無，我有甲伊講 in message， 我 text 伊嘅時，我有甲伊講，我講出來飲茶呢，無蝦米物件呢，我本就會呢蝦米物件呢。伊家己嘛。哦，這是 maybe 伊家己先有使掉，伊嘅 problem 唔是驚講咩，伊 problem 是驚我攞破坑。甲伊嘅某講，伊驚住講，頂仔唔知頂到伊隻喂 chocolate starfish 啦，係驚亂佢講。驚被 control 啦，驚被 control。以下被 control。Yeah, but that's why. Tapi, i be control 是被 control， 伊也是被 control 別人本，就是講伊是愛別人嚟講，凊彩打波，咱嘛唔知對唔對？伊外面吹不打波嘛，咱嘛唔知對。啊，唔知阮啦。哦。所以我成日去找一個 treasures， and 我愛去找一粒藥，我找袂到，我去看老君講，我特愛去找到對伊。所以我找對伊是唔是別項物件，我是愛 maybe 記伊一邊。介紹一個盒 closure 啦，你俾我教你俾一粒鵝翅點咪？榴蓮鵝翅，特別鵝翅較貴啊，俾白你。榴蓮，俾你送榴蓮嚟啊！所就是安尼款咯。特別有人啊，伊無唔是講伊是嘅。But he suka tio somebody because he suka hal lang. Ini si suka kong isi tapo, bukan? Tapi orang lang mo one suka. Lu mai cia wai chocolate starfish. Isi. At first, ilang bo means gay orientation ya. Ha. Ino date tapo. Itu tio somebody tapo. Really suka. Tapi dasar orang叫 fluid orang，特別是 gender，fluid 是 gender 嘛 ，gender 就是講伊無 feel 到伊是查甫還是查某，特別這個你想講會suka掉啦，特別 sometimes 人係，但係就人可能本是人被幫人到啲伊個 box 上面啊。冇呢cut啊。嚇，你冇呢 clear 啦，嚇，你毛菇伊做到路上到路是伊是就是上到路啊。了，做咩事個會再講伊是唔是 gay 還是 straight？ 做咩事你有事啊？我厝一間啊！哦，冇啦，那是伊無猜，你無唔是伊啦，伊無插啦，你家己要去吹，你做咩事要有 closure？ 我去吹伊，唔是愛再講伊是還是唔是 ？No， 你要是點料咧？我只是愛解以一個邊呀，安尼講呀。你有機會過，你免驚有可能有機會過，伊驚大漢了有可能攏有機會過。無機會，因為我到當今我有 message 伊，但係伊無 reply 我。嗱，見啦，你可能是 private 你嘅 profile，你是啊，都幾怪怪嘅要講你啊。未必我白伊咧。engage 㗎了本有，㗎了我本有，伊 company 啲落㗎了我本有，我知。但係伊就是無愛出來，安尼款呀。而且但係伊無出來，我就是袂醫好我家己即個病。哦，你做咩事做咩需要醫即病咧 ？Because psychiatrist 甲我講，我就得去醫，無我袂 let go。你先無嚟過㗎？係啦。嚇。這個嚟，你就係說人過身了，要條學 funeral，安尼物件。like relationship 款啦，嚇，會冚起來就接得啦。即個鎖匙，你都是去看到伊開一個 lock 呢就好了誒。嚇，我看兩個 doctor 不是香港。我感覺 like actually 啊，咱嘅 Malaysian 啊，society value 是真係 conservative 咯。แล้ว我感覺有嘅人是 gay，特別。If family pressure 是真係關 because if like especially 等人打波啊，打波對啊，你個人一個囝呢，特別傳波啊，冇成囝就好啊，打波啊，安尼真係 pressure 咧。而且我頭是 before come out 時，我就見本嚟我係高教我內大學生嘛，แล้ว我大姊啦，แล้ว內學生我高尋我內冇事嘅咋，所以我人好個就我 parents 佢就係 cool 喎。我 parents 入面，伊無插人講，我講無插，伊講我有幾時我係驚，佢講我係應該無插人講咁樣，所以人就酷啦，唔是特特來 family 唔是安尼。是哦，
你都阿種我感覺到你parents 就酷哈，就我 feel 就 lucky 咯。但伊人講我人酷，唔是講我人伊講我做咩事唔係酷，我做嘅物件是為咗我驚笑嘅物件，所以伊冇 selfish 啦。即係人後，即係 parents 是伊想讓家己 expectation 啊 broken 咧，係讓人嘅別嘢驚做讓愛物件。然後我嘅 parents 是被接受啊。哈，我嘅 parents 叫阿 John 哈。歹勢，你講先啦，我講。哦哈，無安尼看到，我是我 parents 講嘅，伊若是講我人歡喜來講嘅，伊人嘛是歡喜。伊講若是做咩事要人嘅別路做，我人愛物件，路無歡喜，我人安怎歡喜啊？是講。哇 good！你知我有一個 friend 啊，我讀 masters 到這邊嘅時，我捌到一個 China 嘅 friend 咋。then 我捌到無幾 hours，然後就甲我講一句嘅 life story 你知，伊講我真正亂之邊。我講咩事？我係 help 你喎，我 try 啦，我 try。你係講我對 China，我是 lesbian 嚟，特別我 parents 未接受，我唔知安怎甲伊人講。然後若是我甲伊人講，伊人會 disown 我。因為我講，我咪捌見過。我講你若是愛行這條路咧，你就知你應該過啥物件啦。then 啊無就是你佫再 recheck 你家己咯。then 你看你會 fall back to being straight， 是 one thing 人愛do being straight 啦 ，you know。then 我講你就be prepared。then 我講你甲我講咩你咋？伊講我 plan 嗬，我捌咗這大波 from Perth， 伊是 gay 嚟，所以伊嘅 family 本是 China 嘅，本是愛伊交因一個查某，所以伊講我人攞叫合作 come into agreement， 講我人白白交因，白白生攞曬嚟驚。then after that 佢嚟 split 到家己 lover， 就我講 oh my god， 我愛做幾年？冇，中國，佢都係最簡單嘛。伊小誒，你我甲伊講，我甲伊講，你需要去 hurt 人，你巴到佢 hurt 你驚，佢 hurt 家己，做甲哩哩囉囉誒物件 ，just to get visa，then 了你 partner 會等你咩？我講。You know， 然後 after 你做緊了這個物件，你就要甲人生囝，甲人困係咪個了？然後我講你 family back home， 冇啦，伊人冇甲人困嘅。免困嘅啊，用伊講睇到愛生攞曬嚟囝，互伊 parents 看用IVF 你咩解？你免 have sex 嘅 ，it's just like 你去夾你。我知，特別伊互我嘅 concept 是唔是 IVF 嘅款啊？哦，不用嘅，較便宜啦，伊用度。Oh my god，有 syringe 啊，成日叫 syringe 啦嚇，特別 best，你唔捌聽過？我幫。嚇，幫。然後我就甲伊講，你 either 甲你 parents 講honestly。And then they will get angry. 伊人會起哄 ，but then 安怎本伊人袂 disown because 安怎本是 parents 嘛，對哦，爸甲媽嘛。After a while 應該 OK。伊講袂我真驚，講袂，有誒，也 disown 伊講 disown 誒。After that 吼，伊講安怎我講 sorry 啊，我無過過安尼款誒situation，我會想到 normal 誒人會安怎甲你講啦。but 我袂甲你講 further 啦 ，after that 伊本無咪找我啊，然後我本甲伊 lose touch 去咯。然後我第二個行誒，上個咯讀 PhD 嘅，小嘅，所以 PhD 嘅囡仔袂解行誒。你望曬對一個 PhD 受死㗎啦，人 PhD。啊，伊規日就嘛做 research 嘅，所以我袂打閒，所以該行一年。做 research 伊直接 focus 咗一工啦。直接做掉 ，because 伊把你得嘢爾嘛，伊個一年個嘛，我唔知什麼屬於呢邊，所以你放假了，你會 time 啲 research，所以袂咯，但是無啱一頭只有酷咧啦，我本身食咩一下就無咧，無 feeling 無效了嘅嚇。然後第三道嘅本是上，然後我第三道啦，我較食啦，第三道嘅我成日代包嘅嚟講，可能包嘅。我都係咁啊啲個喂。只要你做 Korean drama 喂，寫 script 等佢。錯了 ，Korean 有一個 drama 就是有真嘅，安尼款嘅人，真嘅。我可能包，大禮拜去無上嘅 hotel。
Oh my god！等，我係 show 我點整啊 ，so 讓到俾燒掉。Next topic 是叫毛毛菇荷蘭包，咱去講啦，佢嘅 topic 是伊嘅 topic 誒。佢咧 topic 是毛毛菇嘅告訴嘅了誒。不，這是 end credit。毛毛菇，我感覺我當然正是5點啦。我今日我朋友請我去做dinner啦，我 message 講幾點係 dinner，講5點。你搞笑。我覺得陣講毛毛菇可能包，毛毛菇，佢知道都真係講毛毛菇可能包嚟喲。OK。啊，是你咪講，你講。你播當點樣咯？播當點樣？我未記嘢，我就冇講嘅咯。冇啦，流氓被告，佢係情人。你話啦 Joel 啦。搞啦。你講。包就大包嘅。係啦，你 topic 荷蘭包啦。你好，你使講咱就住咁運荷蘭包嘛？咩學落字女家咁荷蘭包？我特別唔係。OK。我特別時候你可能就我哋會做字女啊，加咁荷蘭包。毛毛菇，我 because 毛毛菇嗰隻只告訴過，伊唔是講荷蘭包，告訴我俾天妹啲 PhD 嘅告訴過。我俾我隻字面夾俾妹。啲 topic 是毛毛菇啦，毛毛菇，哪個毛毛菇？荷蘭包。唔是大粒包啊，荷蘭包啊。OK， 我要去爭我衫去練啦，歹勢。我冇買物件互伊啊，死啊，知道？安怎下個另外厝，我朋友要買物件互伊，我夾佢那包番椒互伊嚟哦。古來粉。我有古來粉。我見你自己玩嘢啊啦，凊彩。我就是當今日叻了1點鐘。Oh my god！OK， 好嚟，今次各位睇睇先睇睇6點鐘嗬。半朝嘅告訴佢講緊嚟估啊，哎呀毛毛菇嘅告訴就講6點鐘去咯，應該。OK， 我哋特別嘉賓咧就是毛毛菇咯，荷蘭包咯，嗰時個有走去了嘅試面血。司馬教係隻叫咩啊？我其實講嘅就係啦，呢個時候隻小，別使講毛毛菇豆沙包加鹹水丁，冇鹹丁，你話人啲個轉，你有蕭劍湖蕭劍湖走去啊。OK， 拜拜。OK， 拜拜。See you guys。Oh my god，唔理。